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今年年底大选的11月26号，就要来投票。伫台南市议员的部分呢，13个选举区总共有106位的候选人要来参选，所以竞争的相当的激烈。今仔日呢，咱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候选人呢，伊是国民党大力要来栽培的候选人。那之前呢，伊伫东来筹算呢，伊伫高民调顺利来过关。今嘛呢，连国民党这个市长候选人贾龙改呢，嘛大力的称赞他，要积极的来栽培他，要让他成为这个议员的接班人。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欢迎要参选台南市北区、中西区的议员候选人蔡宗豪，欢迎宗豪。Hello， 咱市民心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宗豪。哇，果然连问候都充满了热情、年轻活力。活力。对，那宗豪呢其实就是国民党嘛新生代战将。所以呢，一开始你上次来上节目，我去查了一下，半年前刚好在初选之前，哇，那这半年来呢，我想宗豪，我感觉他的谈吐之类的都成长了很多。不过你还是先来跟我们的乡亲自我介绍一下。好，没问题。自我介绍，我是蔡宗豪，那是咱丹溪第8选区，就是咱的北区，还有咱的中西区的议员候选人。是。那咱这区，我是新人。那我过去是罗志强议员的助理，我嘛做过音乐老师。那今摆我嘛是咱谢龙介龙介生呢，咱选市长的竞选发言人。哇，这发言人呢不简单哦。对，边做边学习。边做边学习对啊，因为之前宗豪来上节目还说，他可能会紧张啊，但是其实他的外形啊，然后跟他的年轻活力，而且还有学音乐，然后口条也好，也当过这个政治人物的助理，所以其实呢，他来担任这个发言人是非常的适合无。哇，今嘛呢，竟然当我和你少年来这样的发言人不简单哇。好，那我们宗豪呢，在8月底的时候有来成立竞选总部。有。对，那当时呢，真的是因为很多人来挺他，大家都说哇，这个少年人为什么汉尼这人来给喜儿听呢？而且都是那个大咖。我们来看竞选总部成立当天的新闻报道。蔡宗豪，动算！蔡宗豪，动算！宗豪！现场动算声不断，在支持者热烈欢迎之下，国民党中西北区议员参选人蔡宗豪。以及台南市长参选人贾良介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国民党赵少康、罗志强甲议长郭信良带领议员团队等人拢到场相挺，共同推荐少年人蔡宗豪。这条道路很辛苦，你这样走很辛苦，但不会孤单。市民会用选票跟你作伴，所以希望把我空出来这一席4议员的席次，我们传承。留给蔡宗豪。那台南市很多人讲说啊，这个绿的出资哈，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呢。哪有一个地方是一党独大，永远独大的？大家都知道，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一个政党如果永远在这边执政，一定会腐化，怎么可能不腐化呢？一定要我们很民主，就是要换人换党执政嘛。所以我觉得到了换人换党的时候了。从今天开始，从此时此刻，让谢龙介当选市长。让蔡宗豪当选议员，让所有正派优秀的人能够好人出头，让我们台湾可以进到一个专业跟善良的政治。我们龙介县他这一席的议员席次，也要拜托大家大力的来相挺宗豪，让宗豪来传承。那宗豪也会记得要坚持我们龙介县他的正义和清廉，实现我们大家的价值。那在这边我们议员、我们市长基西嘉龙改议员谈行蔡宗豪。留给年轻人一席的机会。台南市长参选人贾良介亲自为蔡宗豪披上彩带，蔡宗豪嘛为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手中接到旗仔，象征着世代传承。赵少康甲李伟丹医生分别送着包仔还有粽，意思就是保重。距离年底的选举剩无偌久啊，想要得到选民的选票，就要好好来为市民服务。甲台南打造成更较好的城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
哇，竞选总部成立当天，你看真的都是大咖，谢龙介啦、罗志强啦、赵少康，然后立委陈以信等等哇，好多人都去给你相挺呢。因为一个少年家吼要出来选，哎，当看你这大咖给你相挺，其实他们就是出来帮你背书，表示他们很认同你。哇，那你对于说引来给你相挺，你有什么感想？我相信大家都乐见有年轻人代表我们国民党出来为我们台南市民服务。那要很感谢的，除了我们的龙介，还有赵大哥特别从台北下来，对啊，对，还有我的恩师罗志强议员，对，他也是，他那个时候在全台行走，他说走到最远的花东，然后赶夜车，就是特地下来支持，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叫强战队，台北有杨子斗，然后云林有陈芳颖，是，那台南就是我，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强哥，他就是希望要帮我们全力的辅选，因为他今年没有选，对，那龙介先他这次是参选市长，那大家知道号码是第3号，那我先介绍一下，我是第4号，大家市民朋友们，1126，我们1314，哦，是，这个号码很重要了，对，那其实那天还有非常多我们台南市的议员。以及我们的台南子弟，我们陈以信立委，对，到现场。其实我觉得，主要很感谢他们的到场之外，最重要的是展现我们团结的一面。对，其实团结在一个地方的民意代表来说，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团结一致，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年轻化。我相信到场力挺我的各位前辈，都是希望我们可以更年轻。那也跟我当初想要参选的初衷是一样的。对。哇，所以就是说哦，这一次呢，国民党有这么年轻的这个政治心血来加入哦，所以在打开一点爱来协听呐，因为他们认为说国民党就是我们要有年轻的战力来加入，这个党才会更好嘛。是，而且鱼帮水，水帮鱼，其实我们互相，可能今天是我总部先成立，因为我其实很早成，我是新人啊，所以我是应该是我们在台南算前几个成立的，大部分都是最近在成立，对，最近好热闹。那我很早啊，就是当初有来协助我们一起来站台的，他们在成立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到场，一起祝贺他们成功这样。对，哇，所以其实这些蓝营的大咖，而且他们是每一个都来头不小呢，对不对？而且他们很多都有让你学习的地方，对不对？对啊，其实像赵大哥会到场，我也蛮意外的。你很惊讶吗？我很惊讶，真的来，他真的不随便站台的。对，然后就想说哇，他真的，因为我们其实有透过。跟台北那边联系，说可不可以，邀请你来啊？就抱持着那种，看看有没有办法，希望他来，叫他真的来了，真的来。对，而且他来很久，还上台帮我们拉票，其实他是台南人，对，他是在我们台南市，他是读1中的嘛，对，胜利路，他在那边长大的，所以常常听他讲一些台南的故事，还有在台南公园，他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有机会让他自己来分享。对啊，但是他也不会说你去跟他邀请他就站台，他一定是知道说，你这个人也研究过，然后看过之后说，哇，这真的是我们国民党的希望啊，所以他才来站台，对不对？对，谢谢各位前辈朋友，对啊，谢谢大家。所以当天这么多人愿意来帮你站台，帮你背书啦，哈，其实他们就是肯定你啦，对不对？对。不过除了这些前辈的站台很感动之外，其实因为我们是8月底的时候成立，对。那其实我2月份开始参加初选，最重要的是当天成立的台下的所有的选民朋友们愿意到现场，因为我的时间可能比较，不好意思，我的时间是办在早上。其实8月份天气很热啦，对。那各位选民们愿意我们还是很尽量的想办法做棚子，做一些电风扇什么的，但是还是其实真的很热，我还是觉得对大家很不好意思，那就是。有那么多人来，表示我们从初选开始到总部成立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很战兢兢的，因为我们很担心新人第一次选，那来到场的人其实不多，那就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会有一个信心上的打击，对，代表我们不够认真，对，那可能我自己是打及格啦，那我不知道，对，有啦，我们看说人这么多，哇，不简单，对，还要再加油，因为距离选举还有30天。对，所以其实那8月份成立，人家很多都是快选举前才成立嘛，对不对？
那你那么早就来成立，然后在8月那么热，还这么多乡亲愿意站出来，表示讲那是真心的相挺呢，对不对？感谢大家的真心，我不用您的真心哇绝情啊，不会，就用真心换真心，对不对？那个时候是刚好是我们要登记的时间，登记的时间，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去跋杯，因为我是拜拜，所以我有跋杯问心灵。其实讲到拜拜，这有一些很玄的东西。因为像我抽到4号，那我在我们党内初选的时候也是4号。那其实我之前，碧纯姐知道我以前是担任罗志强的助理。对啊。那其实你要从一个助理真的转换到一个候选人出来参选，这个其实自己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决定，重大的决定。对啊，没错。所以信仰产生力量，我自己本身在拜拜，我就有在太子庙拜拜，我就有去跋杯。那间庙的正杯，就是4个醒杯，不能多一个哦，多一个都不行。你要4个醒正杯之后接一个笑杯，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样才可以，对不对？为什么？对，因为太主要爱笑。所以跟刘公讲哎，我干嘛就喝酒？我说好，所以我就真的保那个正杯，从那时候开始跟4这个数字结缘。所以这次又抽到4，哎，真的是注定好的，就是很悬，你会起鸡皮疙瘩。我们前几天在那个抽签的时候，这都是很莫名其妙。我也不是第1个抽签，我是第8个抽签。那我就看前面抽到5号、6号，到最后剩下3个人，剩下4号，剩下3号还是几号忘记了。我说那又不会抽到4号吧？你那时候有没有很想要抽到4号？其实抽到4号，4对你来讲很重要，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会振奋我们竞选总部所有的志工大家的那个士气啊，因为大家都很，因为我们也是请神明，我们有请到服务处，我们相信太子也在过程当中竞选最怕就是可能安全问题，因为我们会一直在跑完里面。那我那时候在抽签那一天，剩下3个号码，然后说。不会吧？会不会又是4号？太注意了，你来啊你！再抽起来，真的4号，我整个鸡皮疙瘩。哇！对啊，就冥冥中觉得哇，这是4号。因为你其实那时候初选的时候啊，4号对不对？而且你的民调很高初选的民调。没有很高，没有很高，那是因为我们有加成。在加成。我们有加成，而且其实比起来也是算很高的，对。因为我们没有跟先人的比啊，我们是新人一起比。对啊，所以你才能顺利的那个过关啦，对不对？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对。所以那时候也是4号4号。对啊。对。那刚好我们这次的竞选slogan也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看笑脸党，所以我们这次的 slogan 很简单，除了我的新政治好城市之外，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世代传承，那刚好也抽到4号，对啊，那我就是祝福大家事事顺心，事事如意，送给各位朋友。在疫情的这个2、3年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我们一起来努力。对，那你抽到4号，然后你们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市长候选人是3号，对不对？对，他是3号，所以 OK， 对，就 OK， 对吧？我们就各位朋友，不管你是哪一区，我们市长都是3号。那如果你是北区跟中西区的，你就1、3、1、4，代表我们的服务1生1世。对啊，而且其实这个谢龙介啊，这个候选人他也有讲到说，你给我4当，我给你怀念4当也是4啊，对啊，对不对？而且他抽到3也很象征性，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常在讲。民进党在台湾执政将近30年，对啊，30当冥冥之中啊，哎呀，所以冥冥之中就变成一个抽3号，一个抽4号，是，对，没有错，13、14都在被改立这服务啦，对不对？对，然后30年要政党轮替啊，轮替，对啊，我4当啊，我你40当，怀念4当，哇，这都好顺哦，其实这样子很多人都觉得说不想抽4，但是我觉得其实4大家去查看4是很幸运的，真的吗？真的，你去网络上查很多，尤其是有一些手机号码说你的尾数如果是4，是非常好的。真的，真的，我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去网络上查看，而且其实外国人也都很喜欢4。对，外国人喜欢4。对呀，那只是因为刚好我们就是中华文化好像是对4比较排斥。音谐音的问题，但是其实后来发现会很多就是那个4其实是好的。对，所以其实是，你看你4也是顺利过关，对不对？然后很多4号都当选了，说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平常心啊，因为像我们在选举很多的那个传统的话，就是比如说不能喝苏跑，不能喝服务处不能放苏跑，就是谐音嘛。苏跑。还有说不能开 Suzuki，
哦，叔叔，哎，大哥在笑。对啊，对啊，可是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宁可没有，对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我们就善念的做啊，我就真的不喝舒跑，因为前辈这样讲，我就乖乖听话。我认为他们讲的也有道理。对，可能喝多怕会胖之类吧。对啊。对啊，所以其实那个选举的话，抽这个号码也是蛮重要的啦。因为如果你很多人在投票的时候，他就会记号码，对不对？对。对，可能所以4号你要一直讲，我们刚刚讲的蛮多的，3号、4号啊，我一直在强迫观众记起来，事事顺心，对，是啊，事事顺心，事事如意啊，4号一生一世啊，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中豪啊，他这么年轻，结果他竟然可以当这个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的竞选总部的发言人，要当发言人真的不简单哎。那你们这次发言人有2位嘛？一位是安南区议员候选人童晓，一位是你。对。那你可以当发言人，有没有什么感想？我觉得非常的，只能用很感谢来感激龙介给我这个机会担任他的发言人。那其实像小云姐跟我们都是在路口在宣讲的时候，我觉得小云姐比起我她更辛苦，因为她虽然是选安南区的候选人。但是他也是跟着龙介在整个台南市这样为了他路口宣讲，彼此之下，我觉得他更辛苦，对。那我的部分，我在路口宣讲，我也会带到，基本上我就是讲龙介的政见，那跟我的政见，那刚好我们有一个3，一个4，所以我就会一直顺口说1、3、1、4，不断的跟我们北区跟中西区的选民们报告这样子。报告，不要投错号码这样。对，是3、4这样。对啊。那担任是他的发言人，你会不会觉得压力蛮大的？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很感激，我也觉得很开心有这个职务。其实还有很多更年轻的担任县市首长的发言人。对啊。像我们强战队有一个新的助理，他叫钟明，他是担任嘉义市长的候选人的发言人。他才23岁。哇。他比我更小。对，比你更小。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快乐生智慧，看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龙介给我这个非常好的发言这个机会，我就是善用它，可以为台南市民拉票，可以为龙介拉票，为台南市民发声。我就是努力的，刚好这个机会把握住它这样子。对啊，然后刚好也可以锻炼一下你的口才，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政治人物啊，你除了说很认真去服务选民，然后很认真的去问政以外，你自己的口条的表达如果好的话，可以让民众了解你在说什么，然后政策在推动也比较方便。所以其实口才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是相当重要。那你有了这样发言人的一个经历的话，其实会让你的口才进步更多，对不对？没有错，其实姐讲的真的没有错，因为有时候市政的东西，人家说隔行如隔山，对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所以如果你要把一个东西讲给一个完全跟不了解这一块的人听得懂，你要很系统化、很简单的讲，这是真的是需要功夫啦，对，真的需要功夫，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学习的地方。对，没错，有可能就是说很多东西很复杂，但是你要讲给民众听，你不能讲的那么复杂，他听不懂，然后也许他听不懂又没有耐心。但是你担任发言人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说，你可能需要去整理一些资料，自己去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把它讲的让民众可以非常简单就来了解，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谢龙介他的一些政见，你应该担任发言人也是非常的了解，是对不对？所以他的政见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谈一下？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可能很多长辈朋友可能都有注意到。那我们市民新生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是年轻人，我这边要跟你们分享，我们这个政见就是我们的老人健保65岁以上全额的补助。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在6都的其他县市都已经实施多年了。那我们台南市也是直辖市，我们应该也值得一样的福利。对呀，我们缴一样的税金，我们不应该是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是第一个点。再第二个点是65岁以上，其实大部分都应该已经算是退休，没有收入了。对，那对于一个没有收入的长辈来说，他如果也是没有晚辈，没有生小孩，没有人可以照顾他，那怎么办？对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点。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哦。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去针对咱单切老短来教狗长照，这个有在做嘛，一定要给它做得更完善。没错。那我们长辈的照顾。在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65岁以上健保费都是
免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比如说可能外县市的朋友，或者是外县市的民意代表讲到这一块的时候，他们都很压抑。为什么我们台南市还没有跟上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一直在极力的来跟大家争取。台南市本来是补助1000呐，那基本上一年的健保费用是9912块，高清高8几块。那经过国民党团一直不断的争取，那有争取到3000，但是大家就问他为什么是3000呢？对啊，对，所以这部分我们应该是在财政之衡的基础之下，为民来争取更多的福利，因为其他县市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而且财政也都之衡。像台中市在卢秀燕当市长之前，他们是没有老人健保。那在卢秀燕在4年前上任之后，他开始推动，那其实也没有对他们的市政造成什么负债或是败家，他们的市政的负债反而是减少的。你要让市民朋友觉得说，听得懂为什么可以执行，因为很多人，我相信还是有人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口号，只是要用免费来吸引人，但其实真的完全不是，因为真的是认为在高龄化的社会之下，这个已经是基本的，这个不是说要做多好，因为别的县市都可以做得到。那台南市对不对？对啊，所以用改讲那个咱老大人能给他麻吉啊。对啊，所以他提出这个之后，其实现任市长黄伟哲啊，也有马上召开记者会，然后也是说要赶快要让老大人，但是那个有打折扣啦，所以后来又引起了一番的争论，对不对？是，没有错。对，所以被折的爱这好搞。对，这好搞。要想想看如果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些可能像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他如果可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那父母亲退休，一个人1年将近1万，那爸爸妈妈的加起来快2万。小孩子从出生就要缴健保费用了，对啊，那再加上自己的，加起来快5万块，很可观，真的很大的负担呐。对，没错。好，那中豪呢，身为这个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的发言人，真正是不简单啊，然后这次呢，其实在你的选区第8选区是北区、中西区，那总共呢有10位登记参选，是对不对？然后你们国民党方面就有3席了，那民进党提了4席。其他的党加上5党是3席，那这次只选出6位嘛，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来看呢，就是一开始这谢龙介他就非常的挺你耶。一开始在初选的时候，其实他的后援会挺你，就等于谢龙介他挺你。好，那有谢龙介挺的话，其实对你来讲，你是不是要去接班他？你是他的接班人，对不对？应该这样讲，对不对？当然没有错。这样说。因为在过去这20年，其实龙介在台南的服务，我相信不只是在北区、中西区，在整个大台南市，你看像佑农，对，而且其实他全台都很有知名度啦，他知名度很高，他的服务案件真的太多了，对，不是只有单一个选区，所以他在去年也是拿下最高票，对，所以当然，他很力挺我，他有在他的脸书有发过文，对，他说少年郎值得大家听谢几拜。对，那我当然就是会努力的去，可以跟上他的脚步。对，因为他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的事情，也是他一直在跟我讲，就是正义跟清廉。那他一直捍卫他的正义，捍卫人民的权利。那他也一直把持着清廉这部分，我觉得要一直把守这2块，然后在为民服务、为民捍卫权益，他都做得非常的。坚持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因为我新人啊，对，还有他从政20年来了嘛，这个未来的日子这是我要做的功课，对，所以就是谢龙介之前他上次选那个最高票23893票，对，这么高的票哇，那你身为他的接班人，你要好好努力把他拼这个。拼得回来吗？全部接收吗？我的想法就是，当初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国民党可以有年轻人出来，因为其实在民进党或者是在我们台南市的其他党的党团，他们都有年轻的候选人啊。那我就只希望可以力拼1席青年。对，那因为有1，然后说有1就会有2，那希望如果真的这次有机会可以当选的话。那也希望之后有更多的年轻辈的可以一起出来为民服务。
对，哇，所以呢不简单啊哈，担任这个发言人，而且呢这么多大咖，还有包括谢龙介等等，都挺中好哎啊，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那酸固啊，其实都是很严肃啊、很紧张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中好哦，他在选举过程其实还让人家感觉很愉快、很轻松哎，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哦，他有去参加一场那个好像是月老方面的活动，然后我们来看看他在现场做了什么事情哦。先来看新闻报道。中西区算是台南四大元老庙的集中地，迎接七夕情人节，伫庙口办音乐会，互民众会当洗古节拜元老，大树骹听音乐，就是上大事的浪漫。所以，赤坎文化关怀协会特别邀请台南大学、成大 EMBA 的社团来表演。包括议员陈酸林、蔡宗和嘛自弹自唱，除了祝福有精灵终身贯修，并借此推广府社庙宇观光甲音乐教育。有句话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我也希望这次在我们的政见当中有提倡了可以多元化的音乐教育，因为其实在学校一直以来都有在执行我们的音乐教育，都会希望可以更多元化，因为更多元的音乐可以让更多的不同的文化做交流。后续青年音乐艺术协会嘛受到庙宇甲民代邀请，8月将要举办2场庙口听老歌。包括5号客家朱济宫、19号西港庆安宫，希望疫情之下用音乐来安慰人心。但新闻官及采访报道。好，我们故意找这一段新闻影片哦，让大家看看说蔡宗豪那你刚刚搞切瓜呢？你很会唱歌，因为你本身就有学音乐嘛，然后还推动这个乌克丽丽，而且他乌克丽丽这方面就是说，他其实是做公益哦，他都去学校教那些小学生，因为有那个协会，对不对？他们就是有提供学校一支乌克丽丽，但是你吼一支的乐器。但学生不会弹有什么用？没办法，那缺乏就是师资嘛。那师资的话，中豪就有去帮忙，而且你就是说这些活动，你看大家就算有点类似要去竞选，但是中豪是在那边唱歌，我觉得你这样会吸引很多女粉丝哎，有吗？会吗？不好意思，应该没有啦，应该没有啦。那天那个活动就是月老，是那个情人节。台下都是情侣啦，对啊，所以没有单身的女子，那你就是祝福他们，我都是祝福他们，对。我们那天是在那个观音亭前面，那因为在庙前，那常常跨那个庙靠东西，可能老累，那就是跳舞，对。那我们协会大家都希望可以文青化，所以其实刚刚可以看到的活动，除了我本人在那边献丑之外，没有，我其实唱得蛮好的，真的吗？谢谢。除了我们的活动之外，还有其实有邀请到台南大学音乐系，不是音乐系，台南大学的吉他社，台南大学吉他社，还有成大的 EMBA 的他们的流行音乐社，是，所以其实是很怎么讲，很综合的，有大学生，也有已经出社会，然后对音乐有热忱的一些社会人士，对，那也有我们协会的，其实刚刚影片里面有几个穿黄色衣服的，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志工老师，都是志工老师，对，都是我们协会里面的志工老师。那其实因为本来还有一个环节想要带到那天的活动，本来想要让小学生也可以表演，对，可是因为卡在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在国小的教学很多进度都有没办法上课上到，对，所以对疫情的关系，不然我们的协会是每一学期结束，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古迹，比如说我那个叫做文化巡礼，对，那就是可能这次办在吴园，那这次可能办在刚刚像观音亭，是，对，那就是其实因为我们的协会的宗旨是希望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推动音乐教育之外，也希望可以让台南市的小孩子知道一些我们台南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我们也会去讲剑师。安平剑师，还有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蚵仔煎怎么来的，这些一些台南的故事，就是可能课本上面不会去特别提到的。是。然后这个是我们会在国小的学生他们的早自习的时间，去跟他们做公益的教学。对，就是音乐结合，因为如果只有讲台南的故事，可能有点沉闷，有点像历史课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结合音乐。对啊，其实这也是我这次的政见。对啊，很棒因为人家说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而且你还可以就是说公益的去指导人家就去教音乐，推广这些乌克丽丽或者是一些音乐，然后另外呢就是还会把这个文化历史融入，然后其实甚至还可以结合观光，对不对？那这也是你的政见嘛？是，这是我的政见。那其实这个因为这个部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说其实在万物皆涨的时代之下，如果假设说毕淑贤，你有一位小孩子现在读国小，你很想让他爸爸妈妈养育孩子，一定想要让他们多一点才艺。对呀。其实多一点才艺代表你要多花一些钱嘛。对，没错。你想学钢琴，可是学才艺要花很多钱真的。对，最怕就是小孩子学了之后又不学，对不对？所以就投资好像浪费了，对不对？对，这个是最坏的那个。但是我们的初衷就是觉得说，其实万物皆涨，那如果孩童在学校可以多学一项才艺，而且是透过是社会的团体来结合来做公益的，那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其实在做启蒙。如果孩童这半年来他觉得他对这个乌克丽丽也好，或者是他透过乌克丽丽发现对音乐有兴趣，那说不定是我们想未来一点，说不定是开启一个音乐家、音乐人的一个未来。对啊，像我昨天在路口拜票，我昨天站在大光国小门口路口宣讲，突然间一个女生骑摩托车戴安全帽停下来，她说：“庄浩老师好。”6年前，对我6年前教的，我第1年在做公益教学教的学生，他现在读大1了。哇！对，那他在这几年，他有参加比赛，他的青春没有留白，他有参加音乐性质的比赛，他有得名。哦，这么棒！对，然后他也，因为我们都有舞台嘛，我们会争取一些表演机会。那我们在交换他们之后，我们也会向外去找一些表演机会给他们。是，对。那其实正常的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有这些舞台跟这些经验跟这些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我觉得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是比较完善的。对，真的不会只有国文、英文、数学这些是基本的，但如果多一些这样的教育是好事情。对，是。对啊，对，所以就是在你的这个教育的理念方面，然后推动音乐啊，是，很棒所以其实我们知道中豪，你这次也提出了蛮多的这个政见，是不是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做个分享？像我这个年纪，0到30岁，都是未来几年在我们台湾、在我们台南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年纪。对啊，对，10年后我就30几岁，快40岁，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需要的人。没错。但是我们台湾是在0到30岁，过去的10年来，我们0到30岁的人口锐减了将近20%，从71万锐减到59万，代表人口外移实在太严重了。对呀。人家常常说有北漂啦，北漂啦。对，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自己有提出一个促设青年局的部分。是。对，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台南市、直辖市本来就可以多一个局处的设立，投入更多预算，让年轻人你可能是要创业，或者是你对公共政策有兴趣，那都可以更多的平台跟结合跟政府的预算的补助。对于像新北、桃园、高雄，他们都有专属的青年局，那改要主管坑底带音呐，才会有好的发展。像农界的政见，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的是006688，这部分这一点就跟他的政见有结合到了，对不对？有结合到。其实他讲的这个非常的好，因为他讲的这个是结合社会住宅。对，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来台南进步最大的是房价。对，所以这种进步大家不喜欢这进步的比例太大了。我们年轻人真的不只是当地年轻人。甚至是如果你可能，因为如果一个城市的壮大，当然不是只有靠我们当地长大孩子，外县市来的更好。那外县市来的学生可能读完大学发现，糟糕，这个房价我买不起。那终有一天他也是会回他家里，他没有办法在台南市落地生根啊。对啊。对，所以其实农界说的006688的这个政策，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你来台南租房子，前面2年。不收你租金，社会住宅。那第3年、第4年，打6折，房租打6折。第4年、第5年、第6年打8折。其实这6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准备很多事情。对啊。像我
今年26岁，我从22岁毕业到现在，我自己也存钱啊，我自己也不断的存钱。但是你想，如果你的房租很高，房价又很高，年轻人怎么有办法在？对啊，钱都花光了，哪来怎么存钱啊？对，所以这个循环，如果说你都没有针对年轻的，不管是住宅也好，工作机会也好，给予更多的补助跟一些社会的照顾，是，那这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会变成人家现在说的月光族，对。那如果说你前面2年有补助到年轻人，可能刚毕业找工作那2年，可能还比较不稳定，可能还在换工作，可能都是22K、25K。这时候如果你愿意，我们公政府可以投入预算，用在对的地方，照顾年轻人，那其实可以让年轻人真的不管存多存少，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情啊。对，尤其你本身也是一位青年，所以其实如果你当选议员之后，你一定会很大力的来支持这个，对不对？青年的政策一定会把它实现。对，像我们前几个月有在市议会，农界有跟社会住宅联盟，这不是国民党的团体，这个是真的捍卫社会住宅的团体，有跟他们请益，然后有交流，那他们有把他们的诉求跟农界讲。那其实我觉得农界说的非常的有道理。他说社会住宅不应该盖在蛋黄区，其实可以盖在蛋白区啊，因为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姐也知道，哪里涨得很高，上化，对啊，房价很高，没有社会住宅，应该门打开，对面是百货公司吧？这个没有道理啊。对啊，这样就少盖很多，对不对？对，少盖很多，所以他希望可以把社会住宅用在不用就是比较外环的地方。OK 啊，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因为我们可以换来的是更多的量。对，因为我们现在租出去的是0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真的有享受到这个社会福利的年轻人是没有的，是0户的。那如果有这个补助，我觉得，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对。所以中豪已经有讲到这个老大人的护理呀，然后这个再来就是青年的。那你在其实学童幼童方面呢，除了推广这个教育啊，你也是有蛮多的一些理想，对不对？来，是这个是农界的，它的国中小营养午餐的减免，对，还有0到3岁幼儿补贴，0到3岁的尿布免费。那尿布真的会用很多钱呢。0到3岁如果不用，真的省很多钱。对啊，对，等一下还有这个，哇，这个是生育奖励金，来念给大家听一下。对，那因为我们台南市的生育奖励金本来是6000块了，那今年有提高到1万，然后第2胎、第3胎12000。对，但是你们提的第1胎3万，对，第2胎以上5万呢。等一下，我们不要只看上面，我们扪心自问，现在我们身边的朋友，你有几个朋友生超过3个？有生到2个，都不敢生吧？对，所以我们重点是要鼓励大家生育。那鼓励大家生育，因为囡仔大汉的规定当中就得开销，所以除了第一笔这个生育补助，我觉得要给的，我们不用当最好，但是我们不要当比较补助比较少的啦。对呀，我讲比较委婉，至少要跟人家一样啊，对不对？对，所以第1胎3万，第2胎5万。好，我们现在有补助5万啊，就是要生5个了。5个，谁会生到5个？为了5万块，我是为了领5万，然后去生5个嘛？这不太合理。可能。对，好，这是这个第一个嘛。那婴儿刚出生，这是生育的津贴。是。那育儿的津贴就是尿布的部分。对，因为我们台南有一个很大的世界工厂，就是专门生产尿布的。那这部分农界他们可能有一些详谈，有些讨论，有些在洽商的地方，所以他可以补助0到3岁。一年一个小孩子就是一辈子可能要哈一个尿布是4000片。对，这很恐怖哎，这算一算真的很大的开销。对，但是我觉得这部分一定要特别去鼓励大家生育，是说县市合并到现在今年，以前的新生儿每一年有15000个、16000个、17000个都有，反正就是在论及在15000左右上下。那去年是历年新低，对啊，不到1万个，9000多个，其实已经腰斩快1半，因为最高有到17000嘛，你9000多已经少1半，很可怕。我们台南市将近200万的人口，可是我们的新生儿不到1万个，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一定要鼓励生育。你当然对于现在的孩童，在就学的孩童，你优化他们的就学环境，这很重要。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的
人家说一定要开源嘛，我们的新生儿都不够了。对啊，大家都不敢生，然后以后都会剩下很多都是老人。对啊，对老人的照顾又不完善，老人健保也不补，也不对，所以这部分好，怎么讲到这边去？今年更严重哦。今年的少子化预估到年底会比去年还少。对，因为在6月份的时候，我看资料是不到5000个。所以这部分我们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啊。对，就是像我们尿布的部分，还有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其实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在台湾有9个县市在实施。9个县市会实施，代表它是可行，它是真的可以照顾到很多需要这份社会资源的爸爸妈妈的家庭。对，那其实政府在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要以大众为优先。对，老人健保，当然会有人说可能有存钱，他可能不需要，但其他我们大家平民老百姓需要这份社会资源啊。那这个部分营养午餐有9个县市在做，就代表，而且他们还一直在不断的实施，就代表他是真的可以协助到的。没错。一个月1年换算下来将近1万。就是可以补助到一个家庭1万。对啊，算很多了呢。万物皆涨，我们去菜市场，最近虱目鱼不断涨价嘛，很多东西都在涨价，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真的养一个小孩，我相信现在111年出生的孩童，到他20岁，你所花的开销一定是比之前一定更高。对啊，一定更高，没错。对，所以我们的政见，我认为政府在实施的东西要符合现在社会的环境，这样才能贴近民意。对，没错。哇，所以其实这个中豪有担任这个发言人，然后跟在这个刘盖生的身边，学到很多所以你其他的政见其实也都是让他看了都觉得真的未来很有希望。对，还有这个一定也要大力的来推荐一下，因为公托这个部分，我们有去参访过新北市，我们要跟你要说请益嘛。就是要跟好的学习。对啊。那新北市的公托非常有名，他们一个孩童公托的费用1个月，我相信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3500块。真的这么便宜？3500公托，对。那当然他们的量非常的多，可以公托的孩童非常的多。他们在年底会有将近150间的可以公托的场所。那他们其实也没有盖太多很豪华的，或是盖太多新的建筑。他们都是将当地的一些活动中心给活化，可能2楼给它做成公托的场所，把一些大楼的1楼给它改建成公托的场所。那为什么会特别讲公托？因为我们台南市可以，刚刚讲说3500其实就很吸引人啊。我觉得很多建设不是说你要等孩子出生了，台南市的生育率提高了你才建设，你当然是要先寄出这个东西，大家看了不错有这个社会福利补助。年轻人才会才敢生啊，才敢生啊！就像南科来了，大家才会很多工作机会来，对，不然谁会莫名其妙来？所以一样的道理，公托，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的政见，不管年底的选举是怎么样，我觉得这部分一定要做，因为我们台南市目前为止就13间，可以公托的儿童不到200位。对啊，所以大家都在抢抽签，真的很糟糕。怎么抽得到200？台南市这么大，可以公托的才这么好的福利，没有去推它，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少子化的社会了，这部分应该要顺着这个状况走。对。好，那你其他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一些政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警力方面，好像这大家也是很重视，对不对？对，其实有时候都是因为发现一件事情，大家才会去重视它。对啊，就新闻报得很大的时候，大家才看得到这样。对，因为在前阵子民权所的学长被砍杀嘛，那因为为什么要特别讲强化治安之外，要补足警力？因为治安跟警力是环环相扣的。没错。警察要保护我们人民的人身财产的安全。如果说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相信大家都很遗憾。但是透过这个新闻，我们要反思为什么连警察都会被歹徒给所杀害。今天大家想看嘛，今天这个歹徒他不一定是手无缚鸡之力哦，有可能是摔跤选手啊。对啊，有可能是像这次这个，他这个是军人推下来的，所以我们的警察他也要不断的去进修，他的自己的防卫能力也要进修，
但是最根本的是我们警力不足。我们台南市需要的5370位警察，我们尚缺额度将近1000名，其实差2个、3个就很吃紧了，因为我们在还差了1000多个。对，因为民权所在我们2分局啊，在我们中西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大概知道，少1个2个，对一个分局、对一个派出所来说都是一个压力。对。那想想看，今天少2个人、3个人，我们这些他们派出所的人就要用他们的休假的时间来补这些警力的不足，对、啊，要执勤。其实他们本来就很辛苦，他们已经日夜颠倒了。那今天人手又不足，当然就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有时间，但是会想要放假休息。但是如果他连时间都变少了，他怎么去进修？他怎么去做防卫的学习？对啊，对，所以这部分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在过去这4年来，台南市是6都里面故意杀人案里面最高的，也就是从数字来说，我们就是治安最不好的啦。对啊，所以这部分，很多社会的我们台南市的黑暗面，就是黑暗的角落，像之前马来西亚那个长隆大学的女学生，对啊，对这个部分我们也需要去精进啊，我们要去，县市合并这么多年的，有些地方可能，我们应该更都市化一些，对，也保护女生的安全啊，对。好，那你其他比较重要的政见也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好，这部分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其实公共政策不只是没有特定族群，弱势的族群也是需要被照顾到。对，那尤其是一些中低收入户，也应该要扩大他们的照顾。对，那其实我之前会踏入政治的启蒙，也是因为参加一次的保险的活动。那因为政府应该是说可以给给弱势族群这个福利有设条件。对，那当然就会有民众不符合资格。他可能家里面环境不是很好，但他可能祖先有传一个很小的地在哪里，所以他可能就领不到这个社会福利，但他需要它啊。对，那我为什么会推动弱势族群的保险补助？因为保险本来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它可以照顾到我人离开了，但我的家人至少不用担心最基本的我的清洁，我人走了，或者是假设说这个弱势族群他们是有家庭的，那如果他们就是靠这个爸爸或者靠这个妈妈在打拼，那他如果真的不在了，至少要一笔保险的理赔金，可以照顾弱势的族群。因为我相信弱势族群的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他们如果要再多一笔要投保的钱也好，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都是要挤出来啦。对，所以如果像我们政府中央每一年都有固定的预算，那如果可以把地方政府可以把预算用在对的地方，我觉得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对，真的可以改善很多弱势族群他们的生活的环境。对啊，这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因为像前几个月天气还很冷的时候，2月份的时候吧，刚过年那个时候，我有去我们台南地下道。其实你相信吗？在2中的平交道的地下道，下面是睡一排的流浪汉。那个之前我们记者有去拍过。对，真的有，真的很夸张。我们那时候我们是送那个汤圆啊，元宵节，我们送热汤，那时候还有点冷，我们就送热汤去。所以当然希望可以改善，可以给他们一个未来之外，也希望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的环境。这非常的重要。对，所以中豪其实之前就是做保险业，然后看到了这样投入，对不对？看到人家的困难，所以其实这个中豪有了解到弱势族群的心声啊。没有错。对，这部分我们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力挺。对，好，那中豪就是还有很多的政见，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一一来讲。那你们如果对中豪非常有兴趣，他的政见是什么，你们就可以上网去查，都很清楚，对不对？记录得很清楚。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是选举这方面，就中豪，你身为发言人，那你怎么看？其实大家会看说这一次呢，台南市长的选举会觉得很冷吗？还是说你觉得说大概进检弄会干嘛讲那个绿只要是绿的都会算弄会掉？你觉得会吗？现在有这么好选吗？看事情可能要客观一点，因为在上一次的选举，黄伟哲市长他拿到的是36万票，对，但是
在前一次的赖清德，他是拿下将近72万，所以差了一半哎。而且上一次他跟讲一半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一半是36万哦，很恐怖。对，他那个36万如果分1/5，或者分一点点给高士博就当选就翻盘了。高士博上次差他5万多票而已。对，那其实，在你说选情很冷没有错，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但我相信这2年来疫情的影响，口罩要排队，快筛要排队，3+11，那还有那个全党停论文抄袭的，对不对？然后其实都有点有点没有是非了啦。那还有太多的荒腔走板，可能像桃园的羽球场、新竹的棒球场，其实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人民长久以来一直支持我们台南的长辈朋友，其实长久这30年来都很支持民进党。非常支持，对。但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政见，这些长辈，他们没有老人健保的补助，那当中邓红利啊，结果对啊，外县市连高雄的负债这么高，他们却可以做到照顾他们的长辈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对选民的一个交代跟一个照顾啊。对。那其实我们在街道在走，也有一些长辈朋友会说，哦，好啦，因为老人健保，所以希望可以投给谢龙介来照顾他们。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说绿到出资，但是看上一次，直接少了一半。我觉得如果说一些中间的选民，大家可以，因为大家我相信眼睛雪亮的，大家可以多点观察，是有机会的。对，所以其实那个谢龙介胜选的机会还是蛮大的。而且谢龙介很认真在拜票，在跟选民互动，因为他已经跑了将近172间的庙口，跟庙口的庙口前面都会有一些阿公阿嬷坐在那边嘛，跟他们直接做互动，讲他的政见是什么。是，因为你突然间说，因为这民进党执政这30年来都没有办法老人健保免费啊，突然间说他说可以。大家一定不相信，所以他一定要一直一一去说明，对，一一去说明，包括我们去菜市场拜票，因为我可能觉得大家可能已经习惯都给民进党，所以会比较没有办法去客观了。但是，其实他讲完，我们去菜市场就有摊贩跟他说啊，那我可以，那黄伟哲讲没使，你那我可以，你讲会使就会使，那他就会跟摊贩直接做一个为什么可以？因为中央每一年都有多少预算给政府，给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要花多少钱？那其实老人健保1年是需要几亿，其实算起来，1000亿里面20亿、10几亿来做，其实那是 OK 的，可以的。因为像我刚刚讲的，百善孝为先，照顾那老多人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了。对啊。对，好，所以那个就是市长候选人谢龙介的这个选举的情势看好。那我们知道说中好其实自己在跑行程也非常的领军呐哈，而且还有一些那个年轻的这个助选员在帮你，哇，大家都是认同你，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咱中好是安那在走的在走基站的。本土病例破万，愈来愈侪家长临时接到囡仔学校，也则是安亲班有风声停课，只会当请无声的防疫照顾假，如此也互真侪家长烦恼疫情愈来愈严重，影响生计。蔡总校接到的家长陈情，呼吁政府规划有薪防疫照顾假，也则是协助产业升级，减少冲击，照顾到劳工的朋友。最近我们收到许多家长向我们反映，接到了学校的预防性停课通知，家长们就需要请假在家照顾小孩，但因为没有居隔书，所以无法领取补偿金。那未来疫情变严重，如果需要时常请假，恐怕会对家庭的生计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来规划有薪假，或者是加强在 WFH 在家工作的方式，来降低对社会大众的冲击。26岁青年蔡总豪每天早15点钟过基站，听取民意。不管伫咧公园、菜市仔、夜市、路口、庙宇、区里，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伫走访的过程中，民众拢会对着各种市政提出建言，其中也有不少民众直言要表态支持，认为少年人有实力、有新的思维，会当再来改变甲进步。少年人出来是好，我支持少年人打起来，互伊发挥一个伊较有前途。安尼，我是
赞成少年。蔡宗豪有啊，对啊，我跟蛮支持年轻人的。宗豪他是一个很认真、很负责的人，对，那不管什么大小小的事情啊，如果有去寻求他的帮助，他都会就是尽全力去帮助。那我曾经也受过他很多帮助，对，那因为这次他要出来选，我就觉得身为朋友的他，我觉得就是要尽全力支持他。蔡宗豪走访基站时，身边总是有青年志工团热挺，将近30位青年志工，虽然平常拢有工课，但是拢利用早时、下班或者是假日的时阵来帮忙。看到有这群青年军的热挺，嘛当看出蔡宗豪的好人缘。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透过这个新闻报道，咱看到讲哇，宗豪真正是召集站跑得很勤，而且一天跑了15-16个小时有哇，非常认真然后，而且同时呢，透过这个勤召集站，也听到很多民众的心声。好，那今天呢，我听制作人跟我讲说，宗豪有礼物要送我，我很开心的，是什么礼物啊？太好了，我要送姐姐可以2个东西。2个东西？对，先讲这个好了。这个是特制的口罩，哇，好棒哦！现在最需要就口罩。对，那大家的口罩都很像。那我想说，我们有特别，其实年轻人从政本来就希望可以稍微换一下风格啦。所以我们的设计很特别。哇，好可爱哦！我不戴了就没办法那个，就没办法送你先收起来，你看哦，是这样子。那个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因为这个是很像，如果你有在收听顽童跟兄弟本色的音乐，你就会知道他有首《Coming Home》。那他们有特别把里面的乐团的人物，比如说瘦子，好，然后他们的那个热狗，还有张震岳，特别画一个画风。那其实我画风是有点就是跟他们很像的，是。所以就是我们把在地的文化结合嘻哈的潮流。那这就是我平常的穿着，就是我会穿那个战斗背心这样子。是。对，那我会把党徽，我们就拥抱我们的传统。对，那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改，就是焕然一新这样，所以我们就勇敢的，我们就是大的给它放上去，这样子。真的很棒好特别，因为我们口罩戴一般的都戴腻了，然后这个口罩拿起来哇，好棒哦。对，这个设计很厉害，如果你有兴趣，在粉丝专页跟我们私讯，对，我们民众可以去跟你索取吗？对，索取如果你有这个社区的需求，你再跟我讲，我再帮你介绍。哇，很棒，直接就厉害。还有一个礼物是不是？还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背面比较厉害。菜瓜布，对，因为我相信这个我们比较常拿去菜市场发，应该婆婆妈妈都很爱吧？对，其实口罩没有不好，但是口罩我们戴1天，我们就是鼓励大家更换嘛。对，菜瓜布可以跟着你比较久，陪着你洗碗干嘛的？对啊。哇，好，所以如果喜欢这2，我很喜欢那如果民众很喜欢，可以去跟你们索取就对了。可以啊，这个菜瓜布，应该说好，先讲这个口罩，还有社区跟那个大楼那边特别叫我们过去之前一定要拿这个发，比较普通的，还有这种。我想说好，太好了，很开心，大家想要拿，我们很开心。OK， 好。那这个在菜市场大家是一直拿。是。对，没错，很实用。真的看着就很喜欢尤其那个口罩我超喜欢的，很棒。好，那谢谢宗豪，那民众有需要就去宗豪的竞选总部服务处那边去索取咯。是，欢迎大家来。好，那节目最后，我想宗豪还有什么话跟我们的市民朋友讲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大家再做一次最后的拜托跟请托。11月26号，我相信各位朋友，我们做一次勇敢的台南人，我们站出来，然后勇敢的跳出来。我们一定要出来投票。好，那除了投票之外，我是4号，那也恳请大家给年轻人一个机会。那我们市长谢荣介候选人谢荣介他是3号，所以13、14，这是我们最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的支持。那也要祝福我们线上的各位好朋友事事顺心。那有你的支持，也让我们可以做世代的传承。那台南市30年没有轮替，我们活人这看卖啦，比较较知好卖，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再一次诚恳的拜托，恳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宗豪来我们的节目如果对他的理念有认同，想认识他更多，上网都可以查询到很多宗豪的相关资料。再次谢谢宗豪，谢谢冰姐，谢谢。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新声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